坐咗7個鐘啦。湖嘅途中，而家喺個休息站度休息。零下幾多度？負11度。11度啦，大家。唔凍，好凍啊！好凍啊！好凍啊！乾杯！係呢咁樣上過嚟啦。好的。好啊，走。好，1、2、3嚟個 room tour 玩先。好，而家見到咧就係烏魯木齊嘅別墅區嚟嘅，入邊呢個室內佈置。好，呢個咧就係儲水式嘅，咁咧就大概你預沖5分鐘左右啦，因為冰天雪地，其實咧佢唔可以出好耐熱水嘅，大家就要留意下啦。出邊係咪好靚呢？我哋而家開始出發啦！大家好啊！如果想嚟到賽里木湖睇冰推嘅話，記得12月底至4月底嘅時候過嚟。一個係湖面結冰，一個係湖面融冰嘅時間。但係如果想喺湖面行走，記得係1月份嘅時間啊！中意影相過嚟。好狼夠我覺得。我試過一個人跑，3個人一齊跑，口水鼻涕都飛撚晒啊！影得勁靚啊！好靚喎！係啊，呢度係賽里木湖，可以過去嗰邊睇下先。好，翻返嚟。而家呢，賽里木湖嘅溫度呢係負零下14度，超凍。跟你走，跟你走。快走，有飯吃。因為攞番茄炒咧，很甜。這個肉，有啲咁大嚿嘅。哪個腩？啊，它這有馕哎，那邊嗱，呢個點汁就好食，太乾啦，那個。唔知係咪因為旅遊區呢，佢嗰個大盤雞呢，嗰種辣呢，唔係辣椒嘅辣，係好似工業辣粉嘅辣，好近。維爾族的話，這邊多嗎？維吾爾族南疆最多，南更離伊犁近。很近，對不對？現在這兒到這個，咱們過去湖那邊有一個果子溝大橋，一翻過去以後，下去以後就是伊犁州的地方。那邊好玩嗎？剛剛有經過嗎？不是，沒有，我們現在在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，這屬於亳州的。翻過去那個山果子溝一過去以後，就屬於伊犁哈薩克自治州，就是伊犁的了。推的話是什麼時候沒有？冰推現在基本上已經看不到了。但是是有冰推的。對。是什麼時候啊？半個月以前。哦。 3949啊。 3949凍死狗。冬至一般是12月22號、23號就是冬至啊，冬至就正式進9了，知道吧？哎，19每個9就是9天，你算下現在是幾9了，你就知道了。總共是9981天。9981啊，總共是9981天。真的夠一個凍死那麼誇張。這就是一個冬天，3949是最冷的時候啊。那你們喜歡嗎？ 太冷了，肯定也不喜歡。對啊，穿的這麼這狐狸是可遇不可求的。對對對，因為它是野生的。你到喀納斯到禾木的路上，有可能會碰到，也有可能碰不到，所以它叫有緣小狐狸。哦，有緣。喀納斯有3個村，一個禾木村，一個白哈巴村，一個喀納斯村，有3個村，知道吧？ 呢度點影都好靚，不過爭樣嘢，落堂唔配合。司機沿途咧見到靚嘅風景就會放我哋落車影相噶啦，我超得意咯，佢完全唔驚人嘅喎，勁可愛。上網揾到啲資料同大家普及下先。咁賽里木湖咧被譽為太平洋最後一滴嘅眼淚，而賽里木湖嘅海拔係2071米，喺新疆海拔最高、面積最大嘅高山湖泊。佢係位於新疆天山山脈中，面積有453平方公里，整個湖呈現橢圓形，同埋屬於一個密封嘅內陸湖。係啦，入去啊！唔夠長嘅啫，唔夠長咪放，冇得放啊！撲街㗎！ 過嚟！嚟到冰天雪地嘅地方，當然係感受下當地嘅摩托車拉雪圈，拉你去玩啦！唔好以為係小朋友玩嘅嘢，其實成年人都可以玩嘅。哇！啲冰去晒塊面度啊！大家可以試下。
其實佢都唔係話好快嘅喎。哇！我哋而家沉浸式體驗第一視角。都幾快喎都。上咗去，上咗，哇！呢個，其實大家啱啱都留意到㗎啦，咁塞利姆湖其他地方都結晒冰，咁點解唯獨係呢度唔結冰呢？其實天鵝都好醒目嘅，因為天鵝聚集地通常都係位於啲地熱啊或者地下水補給嘅附近，呢啲水域通常水溫會比較高，流動性都會比較強，咁啊為天鵝提供咗一個理想嘅過冬環境啦。咁呢個獨特嘅條件都令到塞利姆湖成為咗冬季觀看天鵝嘅絕佳景點。阿亮啊想試㗎。幾下大判冰原啊！行啦。有聲㗎喎。有聲唔好去啦。咁唔好啦。唔怕嘅。而家知唔知點解冰面會結冰？因為咧冰冷嘅湖水碰撞上升嘅氣泡，迅速降溫，一層一層咁樣包裹住啲泡泡。咁時間嘅話咧，觀賞期12月至到2月份。粉紅色咧影住嗰個咧就係冰柱嚟嘅，咁嗰個冰川係人工搭建，入邊有個鐵架，然後不停噴水，面積都比較細，不過近距離影相都幾嚇人嘅。開咗。不疼了屁股。I wanna give you everything, everything. I'ma buy you anything, anything. Even diamonds in a wedding ring, wedding ring. Cause I'ma be with you forever and ever. 北京北港間又到咗下晝3、4點下午茶時間。好，下午茶時間我哋嚟第一餐圍爐煮茶，食嘅係咩？食啲乾果啊、餅乾啊、飲啲奶茶啊、嗰啲吉啊，幾寫意嘅。咁入邊我哋而家就準備去入帳篷啦。咁佢入邊嗰啲佈置呢，哇，都好靚，係打卡影相嘅勝地嚟嘅。咁同埋佢嗰啲呢擺設呢，啊真係好靚。咁講起圍爐煮茶嘅話呢，佢嗰個口感呢，好似飲緊鮮奶咁，咁我就問嗰個司機啦，哇係咪真係新鮮奶嚟㗎？司機話唔係啊，奶粉嚟㗎咋。哇奶粉都好好飲啊，我哋用咗3、4杯啊。呢度周圍都係好多好得意嘅狗仔。呢個就係洗手間。哇間房都好靚啊，張床都大啊。或者我哋真係好肚餓啦，總之我覺得好好飲。我哋而家咧就打車去漢博，然後咧我哋就去食嘢，同埋咧去行下街。咁聽日朝頭早一早咧就司機車我哋去莫木啦。咁我哋就要坐9個鐘頭啫，一陣間就出去補啲嘢，買啲嘢食先。好，拜拜。肚餓啊！我想要朝頭早過而家，食嗰條腸仔，餓死啦！成10幾個鐘。如果純粹喺度過到一晚嘅話呢，我建議酒店隔離呢一間燒烤呢，佢幾好食嘅。咁佢有好多唔同嘅選擇嘅，咁一定係迎合到每一個人嘅口味㗎啦。有炒飯啦，有雲吞啦，有燒烤啦等等。早晨啊，大家好，而家係8點45分，負13度。而喺架車度經過一晚嘅洗禮，水都結埋冰。7個。吃完了放。
喝水吧。佢嘅口感就好油嘅饅頭。佢個湯底咧好好飲，好鮮甜啊！我發覺新疆咧，我喺唔同嘅地方咧飲佢嗰啲湯咧都特別好飲，唔酥嘅係，但係個麵咧就一坨嘅。可能係我自己冇牙啦，我咬極都咬唔斷。我覺得好似韓國嘅冷麵咁啊！我好想有把鉸剪咧，一嘢剪開咗佢。哇！我覺得好難消化，我麻麻地。如果愛貓人士嘅話就有福氣啦！呢度簡直係貓貓聖地，哇！周圍啲貓貓完全唔驚人，只要你夠膽摸，佢就夠膽親近你，好得意啊！你睇下幾乖。佢呢個滑雪場咧係咩國家級嘅滑雪場？買一杯一齊飲啊！你哋要咩味㗎？來老新疆烤奶免費品嘗啦，來試一下啦。太近啦。也是160，3个人也是160，也是一个人2个人，一个人160。